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7月1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永康区随着人口不断的增加，已经是咱市上大行政区。台南市政府为了解决永康交流道周边的物流空间严重不足的问题，不断向中央争取。总算在10几天后，有法度透过市地中划来进行开发。上午的动土典礼，嘛互乡亲满心的期待。手敲，祝开地平安，国运昌隆。市长赖清德甲在地议员李兆典贵宾共同动土，虽然只是一个仪式，不过却是代表地方积极向中央争取10月当来成果。根据了解，现况市府地政局打算用市地中划开发的面积大约17公顷，虽然无大，但却是永康交流道卡连接市区甲安南区等重要门户。重点嘛是要解决当地路业、工业、农业等用地混乱问题，加上附近严行各种的区段征收，渴望伫10月核定，将带动永康的就学甲生活更加利便。讲咱原来永康交流道来腹地太小，所以咱就要去退找腹地啊。啊，这腹地要做啥呢？就是要做物流加迄个转运专区啦，互交通会当利便。互产业会当发展，啊会当互地方繁荣，安尼继续个发展落去，大概是这个目的啦吼。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讲区域毋是讲介大啦吼，10几公顷嘛，到15公顷左右吼。那么其他的这个物流加运转专区差不多9公顷外10公顷左右吼。那么其他咱会当提供两个停车场啦。一个公园，一个广场，所以会当办演公共活动的空间啦。咱人来，车子进来也好，人进来也好，空间会变较大、较阔，大家伫遮生活，大家伫遮生产，大家伫遮咧做事业会较方便。该工程开工以后，预计明年7月完成。市府表示，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不过嘛是正式宣告永康周边的区域将进入新的发展中心，值得期待。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AI 人工智慧会当讲是未来一日十当进步的动力，所以台南科学园区配合台湾 AI 元年，上午正式启动 AI 无人机台南应用专案。在政府甲民间合作之下，期待看见台湾为台南出发。为了宣示2017年是台湾人工智慧的头一档，在南科管理局的会中外，一口气安排34台无人机同时在空中飞行。会中也不时表演高难度的飞行技巧，貌使参观的来宾甲民众表达赞叹。世界知名好手，但其实他是正港的台湾囡仔林子纯。他拥有多年征战世界各地的经验，在这里他将一口气展示世界最超运动。好，我们飞机搭配音乐飞行，随着节奏让人有跟着翱翔天际的感觉。我们是林子纯再次热烈的掌声，非常优秀的操作飞行者。该是如何掌握这波人工智慧的革命，只有串联民间甲政府力量，才有法度加速对着时代。所以这项 AI 无人机在台南应用的专案，由南科管理局、台南市政府、城大等等的单位合作，不管是空拍、过节水，还是防灾、环境、交通的监控等城市问题运用，拢将对台南出发，希望让台湾会当走在人工智慧发展头前。今年来讲，就是以科技部以我们国家就是AI 今年算是我们第一年 AI 的元年。那我们从这里出发，那以 AI 来讲，对我们来讲还是未来还是一个很长的路。好，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民间政府，大家一起努力，能够在未来这两三年，在我们不管是在硬体、软体上面有长足的这个发展，然后在人工智慧上面有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湾在人工智慧上面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看见台湾，从台南开始啊，对台南市可以说意义重大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希望台南市不仅仅是台湾第一个城市能够成为台湾文化首都，让任何一个人来到台南就知道台湾，让台南市民感到光荣，让台湾人产生认同以外，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智慧城市，拥有新的文明。那今天经由大家的协助，从台南出发，也等于让我们智慧城市新文明奠定了一个成功的基础。非常感谢。最后，所有贵宾以下把工钱将向前大数据的球体点光，马去开一项国家重大计划产业甲人才培育，会当伫台南先扎根落实。但新闻本局国护理采访报道。2017年第4届世界杯少棒锦标赛7月28号到8月6號將伫台南登場。今年總共有12個國家參賽。為了宣傳這場國際性的比賽，主辦單位下晡特別發表一支宣傳短片，邀請全國的民眾做伙來為選手加油打氣。市府教育局、中華棒球協會以及負責接待的12間學校代表，下晡共同召開第4屆世界杯少棒錦標賽的記者會，會中也發表着利用頂一屆比賽的精彩畫面所做的宣傳短片，希望借着佇各大媒體的播出，來向全國的民眾宣傳這場國際賽事。今天這個 CF 的露出其實是再一次的我們希望把台南台灣對於這個棒球的熱情的這樣的情況呢，跟我們所有的熱愛棒球的好朋友們大家一起分享那我們也期待說這次的比賽呢，其實就跟我們2年前的比賽一樣我們不是只有為了打比賽而打比賽，我們更希望來自於12個國家的代表隊呢，他們呢可以充分的感染這個棒球在台南棒球這樣的這個氛圍之外呢，也可以認識我們台南的風土民情文化世界杯少棒錦標賽7月28號到8月6號，將伫台南市立棒球場甲桂林盛華棒球場舉行。攏總12個國家的代表隊要來參與這場代表友誼甲熱情的國際比賽，戰況一定是精彩可期。台新聞站山林根採訪報道。市府文化局已經辦理3檔的16歲小細節，其中連續2檔得到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獨家贊助。今年因除了邀請國內優質的團隊甲表演工作坊來演出，佮規劃8場的講座，以及20多場的校園宣傳，期待予台南的青年學生透過藝文的參與，來完成16歲成年禮。市府文化局為104年開始，依照16歲成年禮概念，規劃16歲小細節活動，讓青少年透過看戲、做戲、辦戲的過程當中，親身體驗表演藝術的無前甲無後。今年延續規劃適合青少年的演出，邀請沙妹工作室、高中生戲劇工作坊、東方河音樂工作坊等單位，規劃了一系列的藝文演出，希望會當培養青年的藝文參與。我們透過看戲、做戲、辦戲3個不同的過程，來讓青少年參與不同的表演藝術的層面。我們有不同的演出活動，我們有少年辦戲的演出計劃，我們也有東方侯音樂工作坊的一個計劃的演出。另外呢，我們也規劃了3種不同類型的工作坊，讓孩子能夠進到劇場來實際體驗表演藝術。我們邀請到日本導演柴信男來辦理高中生的戲劇工作坊，還有我們東方侯的音樂工作坊的部分。那我們透過不同的大師班的帶領，讓青少年透過樂器來認識現代音樂這件事。基金會對於青少年的這一個階段的
学子哦，其实我们有很多元的这个活动，包含人文上的书法、文学，也有科普上面的。那今年呢，我们把这个16岁小细节定义成一个戏剧剧场型的这个计划，希望透过这样的计划，让我们台南市的青年朋友能借由这个看戏啊、判戏的这些过程呢，接受更多的这个艺术的涵养。2017-16岁小细节活动，为了鼓励16岁青少年以及家属参与，特别规划了多项购票优惠。只要是民国90年、91年出世的青少年，也有2位家属，会当享有8折的购票优惠。台积电的员工也同款有8折的优惠。另外，民众伫观赏了后，会当投稿观赏心得。就会当得到16岁小细节纪念品。主办单位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先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不少住伫厝内长辈或者是慢性疾病患者，因为行动不便，要去诊所病院看诊摕药啊，非常无方便。为着要照顾台南地区就医不便的民众，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伫105年成立居家医疗团队，到目前为止已经协助366位个案展现成果。因为体谅到失能、行动不便，也则是插讲的病人就医的不便，所以健保署就推出居家医疗照护整合计划，由医护人员到处访视，提供空气护理、血糖血压测量、个案健康管理等医疗服务。对此，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也伫105年4月参加这项计划，成立南医居家医疗团队，让这类的病人得到持续佮完善的居家医疗服务。有疾病导致他的一些行动不便，这是第一类的病人。那第二类呢，就是过去我们传统讲的这个所谓有管路的病人，包括他有鼻胃管，他有这个导尿管，甚至或者是说他有气切管，这种是有3管、1管、2管、3管的病人呢，我们都可以提供他这个管路的适切的服务。那第三个部分来讲，就是当然就是病人走到他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所谓的安宁疗护的过程，那这个指的就是大概他的生命周期大概只剩下预期剩下6个月。那会去做所谓的安宁缓和疗护的部分，主要是以这3类的个案为主啦。那因为这些个案其实他有很多的就医行动不便的问题，那其实病人他除了本身在医疗上的问题之外，其实有一些是他自己居住在家中，也还有很多照护上的问题。那透过医访，透过这些检验，透过这些开立业的药物，其实可以跟家属有更多的媒合跟沟通。其实对于个案的完整性的照顾，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长远性、有持续性的一个更好的完善的照护的部分。根据统计，南医居家医疗团队自成立到今年6月份，结合着2间病院、2间卫生所、12间基层诊所，服务地点已经扩大到台南市23个行政区，服务366个个案。而且目前也开始连接长照2.0的政策，将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让民众伫厝内也会当接受全方位的医疗照护。但新闻正山林根采访报道。有一寡较精密的手术，需要确保病人伫手术的过程当中袂乌白震动，所以采用肌肉松弛剂。
毋过若是过量，将会增加手术了后的并发症。现代病医的采用坠式肌张力手术辅助处理，搁再搭配新的麻醉逆转剂，将会当减少抱心、头痛等等的副作用。台湾式手术因为是精密手术，所以伫过程当中绝对袂当乌白当，因此必须采用麻醉肌肉松弛剂。毋过若是过量，也有可能造成手术后的并发症，所以采用一种叫做坠式肌张力手术辅助处理，会当更较精准，并搁伫手术过程当中所需要的麻醉量。它这个装置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耻骨这个地方呢，会贴上2个电极片，然后大概每隔10到15分钟的时候呢，它就是会给这个尺神经做一个电流的刺激，非常微弱的电流的刺激。然后在大拇指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就是接受它肌肉收缩的一个感测器，所以当这个电流的刺激呢，如果给它下去之后，然后大拇指会收缩，就代表说你的肌肉的力气是已经恢复的。就代表说，它的那个肌肉松弛剂的效果可能已经过去，就必须要再重新的加药。优点的话就是说，在术中呢，你就可以大概每隔10到15分钟就可以去监测一次它现在肌肉收缩的程度。所以肌肉松弛剂的效果如果过去之后呢，就可以帮病人加药。那加了药之后呢，这个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确保就是说不会有咳嗽或是肌肉收缩的一个情形。会中医师也介绍到新的麻醉逆转剂，会当快速帮助呼吸能力甲肌力的恢复，而且减少传统的逆转剂容易出现恶心、头痛、心跳变慢等等的副作用。甲坠式肌张力手术辅助处理结合使用，大大提升病人对手术的满意度。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甲永康区的交界有一个平实营区，市政府借着市地中划方式来开发。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中划区有一个7公顷的公园，内面有真侪老树。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市府也采取原地保留。另外，应用周边的商业区也规划地下停车场、转运站等等。期待这个中划区会当变成东区的新都会中心。透过专题报道，带您详细来了解。你可以想象吗？这里原本是戒备森严的军事用地，但是经过了市府地政局及公务局的合作，摇身一变成了平实公园。而且在2017年还获得了公共景观类建筑原野奖的殊荣。而这个公园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会开放使用。今天就先让我们带着大家来到公园，看看里头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走进平实公园里，沿着步道，两旁老树林立，绿意浓密。根据市府表示，开发之前，平实公园有多达696棵的树木，且大部分都是老树。市府在开发过程中，考量树木为民众的公共财产，对居住空气品质上有很大的贡献，因此致力将老树原地保留，成功保存92%。我们在施工前的断根，30公分以上，我们断根2次。那施工阶段的断根跟养护完成之后，我们做一些部分的移植。那其他部分全部保留。那整个阶段我们都有做摄影，全程摄影，来确保老树保留，可以达到一个100%的目的。除了保护老树之外，市府更将平实公园里军方旧有的营舍进行大改造，新增环境艺廊，希望与营舍空间做串联，呈现与树相舞的曲线设计。让这个活动廊道充满浓厚的艺术气息。那我们这个展示空间的话，就会有一个虚实的交错的一个用法。例如可以看到，像这个是一个虚实交错的，有一个虚的墙面，后面是一个虚的空间，一个实体的墙面。用这样子交错的方式来让这个空间有虚虚实实的空间感。也可以说，它可以在以后在展览的时候，就会有说，我可以放到这个空间，放到那个空间，做一个很明确的切分，这样子。那至于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大家都采光啊。希望能够把天光留下来，但是也怕热，所以我们用网点的玻璃来做这个稍微遮阴的处理。因为我们这个都在树下面，而且我们也在空间里面补植了一些树，希望以后就是有这个在树荫下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不只是平石公园，这项重划开发案，市府在中华东路及小东路上也规划7.39公顷的商业区，预期可以结合像南纺购物中心、国宾影城等等商圈，期待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塑造一个东区新都会中心。另外，考量未来因商圈人潮而带来的交通问题，市府在公园南侧规划可停放226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场，避免日后停车位不足的状况，预计在2018年完工启用。至于开发区的内部，则设定4.5公顷的用地，作为文中小学的偏小需求，还有14公顷的住宅区，给予市民一个优良的居住环境。那块住宅区前面就7公顷的公园了，而且交通方便，这个小东路出去高速公路就到了。然后呢，东区这个南纺梦时代，还有这个国宾影城，整个东区的这个建设的这边都享受得到。所以我讲，今天若说讲我是要来讲，就是讲少年的刚组家庭啊，我想要买一个房子，要住下，我会选择这个地方。市民的居住安全尤其是重要考量。台南市政府积极以创新的方式，在这个开发区建设4个滞洪池，滞洪量可达23118立方公尺，大约是10个标准游泳池，有效防范洪灾发生。也为了建立友善的道路环境，管线部分采取共同管道设计，将未来道路重复开挖施作，导致浪费资源的可能性是大大降低。而道路旁的路灯设计更有特殊用意。那在路灯的部分，因为怕避免我们路灯设置在人行道或是道路上面，所以在这设计，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路灯跟水沟的共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那个路灯，跟我们的水沟，在施工阶段，我们就让它成为一体，既不会影响到人的行走，也不会影响到车流，得到一个双赢的一个目标。经过市府办理重划开发以后，东区及永康区的精华地带，也就是小东路及中华东路交接枢纽处，将安排一个车站专用区，也是市政府目前规划的轻轨蓝绿线交接处的所在。以目前预定的交通网图，从这里出发到安平老街，利用轻轨交通的便利性，将可以避免塞车的情形，而且更快速的到达，增加旅客在移动上的方便性。整个平石营区的重划，中央公园的设计概念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尊重自然生态的森林基地，让民众来到这边，如果疲惫的时候可以充电一下，也呼吸新鲜的空气。而连带的周边有许多开发，包括了商业区、住宅区或是交通方面的建设，也都陆续进行。一个在都市中便利又充满绿意的生活，指日可待。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中昼过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4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高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